家七寶究竟係邊7種珍寶？點解佢可以跨越千年，依然可以成為修行者嘅精神圖騰？佛家中嘅7大珍寶，前2種咧就係金同埋銀。佛教中嘅金身護體嘅佛像同埋一啲法器咧，都係用金嚟做嘅，主要用嚟做一啲護身符同埋念珠。金嘅穩定性同埋唔變色嘅特徵，就被理解為佛教中嘅智慧嘅永恆同埋純正。第3種琉璃，琉璃被譽為中國5大名器之首，被理解為象徵修行者嘅心性澄清透亮。第4種硨磲，大家知道佢係深海裏邊嘅好巨大嘅一啲海貝，外殼好堅硬，被譽為修行者好堅定嘅信念。第5寶瑪瑙，大家知唔知道天珠其實係瑪瑙做嘅？咁西藏咧好多嘅佛像都係用天珠作為裝飾品。佛家對瑪瑙嘅應用好廣。第6寶琥珀蜜蠟，琥珀蜜蠟咧都係樹脂嘅化石，蜜蠟喺藏系佛教裏邊非常珍貴。咁第7寶珊瑚，紅珊瑚咧被譽為如來嘅化身，用嚟做佛像嘅裝飾同埋念珠。因為珊瑚蟲咧係1000年沉澱而成，所以印度同埋西藏咧就有一啲講法，珊瑚係可以用嚟溝通兩界嘅。上面講嘅就係佛教裏邊常見嘅7寶啦。咁問題嚟啦，萬物皆空嘅佛教點解會去討論佢嘅寶物？係咪好矛盾？萬物皆空其實指嘅係一切事物都無恆常獨立嘅自性，一切都因緣和合而生，本質為空。佢嘅價值咧係借相修身。佛家咧用具體嘅事物，等我哋更好咁樣去理解抽象嘅佛學嘅一種介質。睇到佛像嘅金身，就可以理解到佛法嘅恆久同埋長存。到咗我哋40加年紀，期望大家一齊咧喺生活中修行。今日關於佛學嘅一啲概念咧，就分享到呢度。希望我哋一齊咧喺生活中修行同埋感悟。關注錢錢，請翡翠，唔踩坑。